昨1661年5月17号读到一半吼，但是咱袂记得录影啊，无录影无录音啦吼。不管吼，我继续读咧。读到倒位呢？读到一个英国人伫咧国姓遐的家吼，已经工作约了12年吼，即个人。即个英国人呢？认为讲荷兰人呢，其实是无机会赢啦吼，所以劝荷兰人爱导航。好，再来讲，还佫有一个荷兰人对药港被掠去迄个官员遐，即个人被带来交互 Stevens 监管。即个人面上。就是面上啦吼，面的腔配喙烂，还佫受到其他真侪侮辱，但是 Stevens 却被对待甲还袂歹。Stevens 是啥物人啊 ？Stevens 敢若头前有讲 Steven， 这是 Steven 啊，毋是 Stevens，Steven Jones。当伊继续读咧吼，当伊接到政务员 Hendrik Norden 的通知，对伊住的所在塔楼下，带领着伊的武装人员去到马里马伦的时阵，伊听讲上述的 Norden 先生已经含40个荷兰人往南边去，经过本地继续往北南去咯。本地吼，我查一下吼，我捌伫咧地图我是倒位捌看过小概即个所在，毋是即个所在，有讲起着即个所在啦。copy。本地，本地社，看出在点本地社，无。袂记啊，好，我来继续看吼。讲Norden先生含40个荷兰人吼往南边，经过本地往北南去吼，并且听讲因已经拢去到遐咯。即个 Stevens Jones 所以 Stevens Jones 就是 Steven Jones， 即头前写法含即嘛写法差一个 S 吼。即个 Steven Jones 是啥物？是南区的一个学校教师，叫做 Steven Jones 吼。即篇拢是伊所讲的代志吼。即个 Steven Jones 听到消息吼，看到讲无其他的出路，就早着就带迄寡武装的原住民赤坎行去，希望迄边还佫会当走调吼。但是呢，当因来到迄条清水溪的溪边的时阵，拄着几个武装的新仔人吼，清水溪即嘛叫做，我则佫袂记啊。伫咧台南北边，南边哟，即条叫做咸水溪。这条叫做詹文溪，到底是对一条我煞袂记。梨林溪，毋是呢？哇，袂记啊，歹势。真正有读到讲，但是当因来到迄条清水溪的溪边时阵呢，拄着几啊武装的新仔人，即寡新仔人希望
伊会当因导航，就是即寡新仔人希望即个 Steven Jones 会当新仔人导航啦，讲新仔人讲因袂甲伊伤害啦，会带伊去国姓爷遐吼，讲遐有荷兰人当咧进行制定条约的代志。对此，伊要求互伊先看卖吼，着军队行，着和军队伊的即个原住民参详吼，问因的意见。即寡原住民回答伊讲，因拢同心合意吼，愿意顺从伊的意思去做。所以呢，伊就回答讲，伊就想要回答讲，因爱先去洽看迄个位啊吼。炸一张国姓爷的批，甲2-3个荷兰人来即个台湾遮啦吼，所以伊就含因去洽看，这只翻的佫看无啊吼，啊若无就无爱去，这是啥物意思？但是后来又佫想讲，如果回头转去吼，真有可能伫南边抑佫会找到其他阮的荷兰人，因此伊就决定回头转去咯。但是来到即个大公诶树林啊吼，大公太公吼，就是大公山大冈山啦吼。来到遮的附近的时阵，拄着一只载着武装的新仔人的车，讲可能是牛车吼。一个名叫做三哥的男兵的白箱也伫咧因当中，因同齐对迄只车跳落来。甲伊围起来，无伤害伊。迄个白箱对伫伊看起来也是身体健康。加做讲伊嘛足欢喜吼。问伊讲南部的其他荷兰人伫倒位？对此，即个三哥因讲，即我哪会知？安尼问答了后，因为看到现在即寡人比第一次拄着迄寡人佫较侪，佫较歹抵抗吼，所以就带着含伊倒伊行的即寡忠诚的原住民，顺从迄寡新仔士兵的意愿，同齐前往赤坎。到赤坎就被带去国姓爷遐，看到地方官也伫遐。地方官离开了后，伊就被审问，也被问讲是毋是愿意去找伫咧南方的阮的其他荷兰人。对此，伊回答讲愿意。所以过当日就被派该当上水迄个白箱三哥以及其他的几个新仔士兵就出发去找吼，但是拢无找到荷兰人。伫遐听讲南边的淡水河，就是下淡水溪啦吼。下淡水河就是高明溪吼，嘛来真侪芳船吼，所以迄条溪内原来足侪芳船驶入来吼。迄一角位啊的原住民对伊非常的恶劣，毋是恶热才对，即个应该是读做热。恶热，伊佫袂记是第4条、第8条，来查者。第4条吼，恶热。迄一角位原住民对伊非常恶劣啦吼，真侪社民成群来威胁伊啦吼。若毋是被迄几个新仔人的威胁所阻止，伊的头壳会去互剁落来。如上所讲，伫遐无找着荷兰人，所以就转去咯。对迄时以后，伊就一直拢留伫咧军营里。伊的某囝拢被原住民衫裤脱了吼，脱到光光，赶出村舍吼。伊的物件也全部被抢了。伊伫咧兵营里无看到粪堆，但是看到一寡宝拿甲一门发射约10磅炮弹的大炮，也看过一批石仔甲炮弹，也佫有约100个步枪手。伫咧这附近吼，是毋是有载大炮？伊表示犹疑吼。
即个几若摆提起着 Stephen Jones 必须对厝地转去的时间到啊。即只安尼写法是意思就是讲，即个 Stephen Jones 吼，头前已经讲过几若摆的即个人吼，今仔日即篇规篇拢咧讲，拢是伊讲的代志吼。讲伊必须要对厝地转去啊吼。所以，阮就甲上述迄寡批来交予伊，并且叫伊当面甲伊的主人讲，以后郭姓爷若要写批互阮，请伊除了中文以外，也必须命令我方的人翻译正做荷兰文当做寄来。理由是阮遮无啥人肯来翻译书信，并且伊会当公然真坦率来宣布讲，对伫因所讲最近就会来攻击即个城堡的威胁，阮一点仔都无烦恼，也袂惊。三倒转呢，阮是用阮的勇敢来听候因。万能的上帝大大赐予阮勇气，丰丰富富供应阮的食物、啉的水、武器甲其他需用品。互阮精神充沛，充沛，吼！台语大词典，今日典敢若修即个音尔派。大理大词典修派吼，有一个文言词叫做派言吼，沛然莫之人语，然后派言吼，伊无规则，敢若写派言吼。我看卖日文版有规则无？派言，无，敢若是派言吼，叫做海言吼，例句词啦吼。我来查一下日语的规则吼，海言沛然的，我从来嘛毋捌读过讲即个规则，拢毋知影意思吼。海言，伫遮哪用汉字敢查有？真正有吼，汉字都有啊吼。海言是 torrential rain，torrential rain 啊 ，torrential 我嘛袂晓呢，我再去查英文词典，英文torrential，If it's raining extremely hard 落大雨啦then the rain is torrential. It's absolutely pouring 那用呛的那用倒的叫做 torrential rain. The rain is torrential 所以派言就是敢若落大雨安尼啦雨安尼用倒的啦所以沛然莫之能御啦就是安尼都规个墙乱津纳米那个动袂掉嘛派言读到倒位啊？讲阮有上帝丰丰富富的供应，阮精神充沛，士气高昂所以呢，伊高昂的昂应该是读昂吧？查一下这种字足罕咧用啊，学起来无啥路用的歹势毋是昂即个李昂即个昂读做昂李昂啦昂是日气较悬或者是行气做昂，
悬吼，佮提讲悬就是悬啦吼，光明悬拢是讲吼。大家台里大书店，台里大书店嘛有收戆吼，即个汉字嘛是音嘛读做戆吼，头壳发烧吼，头壳戆去吼，就是即个戆字吼，字红的即个红就是头壳戆的戆啦吼，我今仔早知影啦吼，即汉字吼，毋知影当咧用吼。废霸的态度嘛，叫做讲，你免得伤戆，毋捌听过吼。头壳戆是捌听过吼。头壳戆吼，头晕目暗吼，或者是废霸的态度，拢叫做戆。头壳戆吼，一个急戆，这毋是，就是急废霸吼。戆日过，日捌清秀。之意吼，昂贵就是昂贵吼，物价非常的贵，叫做昂贵吼。昂野知无？捌听过？我这个是对别个咧捌圣经学着的吼。昂野吼，就是行一条线，毋知要安怎才好。昂野吼，枉然吼。戆野，好，新28新秀，我这个看这里边怎读，青秀哟，青秀哦，歹势，伊敢若秀这个英文写青神青秀吼。所以就读青秀200青秀吼，啊宿是比如讲宿舍、安歇、接受、早前吼宿、路站的厝吼。OK， 因为上帝丰富的供应，互阮精神充沛、士气高昂。所以伊就早着即寡批书信吼，甲考信离开咯吼。今仔日继续去拆除迄个病院内底的材料，搬入去城堡，也对迄个拍铁场啦吼，锻铁厂吼，拍铁场搬木料入来。着人有时仔嘛会用因的小炮来射击迄寡搬木料的人。阮也用大炮来反击因，也用榴弹炮来因发射几发榴弹吼。要暗嘛有一队约100人的希腊士兵，对驻扎伫即个附近的敌军军营，迄个有敌的基调堡南边因的堡那遐行过去，那堡啦吼，那堡遐行过去。显然是要去金野，要去守卫迄个那堡。5月18号拜三，早起好天，微风对北方吹来。阮又搁派几啊人去迄个病院遐。甲迄寡已经开始咧搬诶材料，甲搬了吼。这小几说者吼，因为进前会昨啦，昨敢若有读着啦吼，就是讲因估计讲因第一项会上无够诶，即个资源就是茶啦吼，要兄诶茶啦吼，要用着诶茶吼，所以因就决定要去甲。即个连野城堡外面有一个病院嘛吼，一间建筑是病院，所以决定去甲病院的厝顶甲拆落来吼，就是我茶要拆入来城里内底来用吼。好，所以因佫派几个人去病院去甲已经开始咧搬阮的茶甲搬了。下晡风流啊，该对西方吹来，并且开始落雨。
迄以后约伫咧3点的时阵，阮看见3只荷兰船伫咧北方出现，其中上头前迄只船的大桅杆的顶围的旗帜飘扬，敌人停伫咧鹿耳门水道即个位啊，9只甲10只篷船也看到即寡荷兰船，所以就升起因家己甲因的即个船篷吼升起来，迄3只篷船航去。但是真紧就搁退转去，退到迄个北平大石区的顶面遐，就留啊海上航去。因为迄时伫咧西南方开始出现乌云，长官阁下伫咧看到3只荷兰船时，就调集伊的议员开会，会中决议，包括要决定因暗着要派6个水手坐一只3班船去迄3只船遐，要早着命令因去船班的指令，以及写互住伫日本的5方的人员的批去交互因。即只3班船的少年家吼，完成使命了后，将会赠送因50个银啊吼。根据上述议会决议，运用指令的方式命令迄3只荷兰船的主管爱遵办下面的事项。因爱按照各船的大小，尽可能来挖靠即个南边的港道，吼。一面horn号，吼，爱甲所有对日本有路用的商品拢交互迄只 Graveland 号。3队呢，也要甲 Graveland 号顶头用桶啊装的糖，尽量较紧做接过来，吼，以便再来处队来入港。也爱甲该船超过2000磅以上的迄寡荷药，尽可能吼，尽量来接过来装船吼。如果因船顶再有涂炭，就倒入去海里。要来处队入港的时阵，若是被敌人攻击，伊地高无法度搁再航往海上，就要尽可能来挖靠即个城堡的岸边。阮大炮的射程之内，互因人员会当得到阮大炮的暗号。伫即种情况之下，爱甲所有的荷药弹入去海里，大炮也爱尽可能来去拼入去海里。若无，就会甲大炮的火门钉死。但是，若是人员无法度避免落入去敌人的手，就爱甲就干那爱对即个 Graveland 号接过来荷药来甲拼入去海里，袂当入来处队的船只，除非遭有着敌人的逼啦吼，进逼或者是欠缺物资吼，除非是这种情形啦吼，所以就爱经去南平停船的所在，或者是搁较远海上的所在，继续停留踮遐吼，来听候对巴达维亚来的船只。如果因被敌人进逼，或者是讲欠缺物资，地高必须要航离该海域吼，安尼因一定要尽力设法航往日本去。到日本，就要甲阮写互Indigent 阁下的批来交互伊，并且甲阮危急的处境来甲伊讲，阮迫切认为讲。该批嘛，敢若写即个内容吼，讲认为讲今年会来日本的所有的船只，全部拢爱同齐派来台湾遮援助阮吼，并且每一只船伫咧无阻碍着船顶通道的通行之下，拢爱尽可能加载一寡荷药、麦啊、小麦啦吼、面粉、米、清酒、茶甲其他的粮食来。好。考虑到讲，万一若发生意外，为了要避免即寡物件被士兵看到，更加不可落入去敌人的手里。若遭遇到即种处境，愿上帝保庇会当免得遭遇即种处境吼。讲若遭遇即种处境呢，就要用重的物件，甲即寡物件拢沉入去海里。因为要寄去日本的批，除了上述的内容以外，已经无其他爱写的代志，所以就无搁扩大，搁继续加写。这张批要伫咧9点半写好，迄时就真紧就开始透去北方，而且迄个船只一直到天暗，拢还搁伫咧向南飘航，因此决定
要派人去寡准查遐个代志，将前到明仔载再来进行。10点的时阵，伫咧 Gilderian 灵堡的5方的人员看到拿豆园有一人人伫咧你自击啦吼，因是安尼认为啦吼，因此士兵就拢提起武器，但是徒劳无用吼，因为一切又搁平静落来。抑毋过约了半点钟了后，阮听到迄个市人呢发出拍锣、分达啦、分扫角吼，真大诶喧闹声。伫迄当中，敌人对迄寡街仔路各处因诶炮台用小炮吼，用步枪吼开始猛烈射击吼。即个击到底是第8声、第4声好了。应该是第4声吼，攻击，对，第4声吼，射击、攻击、打击吼。毋过大部分的炮弹拢包过即个城堡，其中也发射了一寡火箭，但是即种箭呢，差不多拢弹袂到即个城堡遮吼，即个。安尼射击了后，又搁卡落吼，随又搁拢平静落来。因为即个射击，阮的士兵拢提起武器避战，但是拢保持镇定安静，无发射一粒枪子。伫上述新仔人即个乌白乱射的射击中，5方拢无人受伤。伫拿豆园或者是伫咧北线尾。阮拢无看到敌人有任何的举动，然后规暗平静。5月19号拜四，早起乌阴天，微风对南方吹来。阮看见阮迄3只船对南方远远的所在，驶过来，海岸遮划过来。有几只停伫迄个大石区下面的篷船，看起来要因航去，若无就是要来封锁即个港道。因此呢，现在要派迄只3班船出航呢，已经伤危险，袂当安尼来冒险咯。阮真想讲，现在就对此地来发出信号，命令迄寡船只爱即个港道航来，以便迄只伊们好人号会当来入港。但是因为即个乌阴的天气，信号大概是无法度被确实辨明，因此呢，决定爱延前到明仔到天气晴朗，会当看明信号的时阵再来发信号。今仔日上午派60个士兵伫咧几个因的军官的督导之下，监督吼。今仔日上午派60个士兵伫咧几个因的军官督导之下，去沿着荷兰迪亚灵堡甲 Gilderian 灵堡来挖一座河沟，但是挖偌久就开始落大雨，并且弹雷四呐透南风。迄时，迄寡船只也对岸边航往海上去，即寡士兵只好停落来。等搁较适当的时机，再过来挖即个河沟。敌人对远远的所在看到阮一群人伫咧遐咧做工，大概是好现，然后想要知影讲阮是伫遐咧做啥物，所以就派因一个侦探来，伊沿着海岸边行，哪行哪爬，家己掠做讲无互看到，阮互伊来到即个城堡附近，就派一个骑兵放马击敌，要去掠伊，但是真危险，因为迄只马失脚失地啦吼，互迄个骑兵对即个马顶煞摔落来吼，迄时迄个密探就趁即个机会紧逃走。9点的时阵，可敬的牧师 Cliff 讲道早起来封锁阮即个港岛的敌人的篷船，
又搁转去因原来停船的所在，要几只进入即个鹿耳门水道呢？看起来因大开始烦恼会有无好的天气。下晡1点半，厝地感受到一处轻微的地动。地方现在真侪人坐船来到迄个市镇呢，又搁对遐去赤坎，也有真侪参板船载念头来堆伫迄个市镇的东岸。阮的炮手现在无用伫迄个市镇发射榴弹，即寡榴弹有一粒落伫 camphor 灵宝顶吼，落落来并且有爆炸。但是拢无人因为安尼来受伤。今仔日伫长官阁下徛家的大门正面告示讲，福罗摩萨议会决定要对市民的路例中组成一个队伍来应用吼。什么意思？迄对是物件变好。因判断安尼的队伍将会有真侪好用处啦吼。并且决定要提名加学长和自由市民。加学长叫做 John Stehas 吼 ，Aber John Stehas 和自由市民 John Wiginant 来做因的指挥官。真侪新仔人对南投园经由水中迄个市镇行去。阮为着要阻碍因即条通路，派下属 Emerick Schreiber 率领24个有意愿的士兵甲几啊助理，沿着南投园的南海滩去因用步枪射击，同时也对迄个碉堡用大炮迄寡伫水中行路的人猛烈射击。迄寡人为着要灭阮的枪支，真紧来对水中起来，就离开迄条路。阮看见2-3个人倒落来，搁较侪人是受伤歹骹。伫即场喜剧当中，敌人也对迄个市镇甲南投园用因的小炮来唱一寡小调，但是呢，用因的小炮来唱一寡小调啦吼。但是阮拢无人受伤。我方迄寡人看到敌人已经对迄条路被赶走，就搁特殊警员吼，转来城堡呢。特殊警员哦，警应该是读个警啦吼，白话音就是警啦吼。好，两个音，一个叫做警，一个叫做记吼，所以一个是文音，一个是读音白话音啦吼。迄个特殊警员哦，就特殊警员转来城堡呢。暗时啊，看见阮迄3只船伫咧西远远的所在，暗倒了后，长官阁下行顶站城堡去遐过暝。约伫夜间11点的时阵，阮听见敌人又搁用扫角、达拉甲其他道具发出真大的宣扬声。迄时因发射了约700发的小炮的炮弹，安尼继续了约半点钟，又搁拢完全安静落来。读半点钟尔，我感觉读足久啊。大家爱困了昨昏实在是真歹势吼，昨昏我家己一个伫咧读 ，Clubhouse 的麦克也无开，YouTube 的直播也拢袂去送吼，所以昨昏我家己伫咧即只全世界伫遮吼，伫遮读互家己听尔吼。5月20拜5，咱继续来看吼。
5月20倒啊尔。哎，我来摕一下果子来食吼，稍等下。迄讲个必上遐老迄句话讲，迄歌词啦，暗满台湾哟，迄条歌是叫暗满台湾。啊，我即满啦，读到这讲安静的暗暝，我就想到迄条歌。好，来520吼，166年5月20，拜五，早起乌阴无风雨，透冬南微风。这一暝一日，运用大炮5敌人发射了33发炮弹。迄队市民的乌人队伍，照昨昏公告的告示，今仔日由80个强壮的奴隶组成，并且任命了因的指挥官。市民啊，应该是荷兰人本来伫咧即个，但是荷兰人敢若拢无住伫即个。即个连牙城市镇，连牙城市镇较早敢若拢是希腊人咧住啊，有啦，我咧讲嘛毋对吼，伊进前就讲啊，伊这市镇这挖即个工程即边即排头一排的厝，足侪是荷兰人的厝。好，但是即马讲的即队市民的队伍是乌人的哦，吼。伊咧伫中岛，阮看去阮迄寡船只，又搁伫南远的所在，看起来是咧要来探风，探着风吼，要前来取地。迄时阮就先释放通常的信号，调因来入即个港口。迄个三班船也准备好会当出航。但是4点的时阵，因又搁航离岸边。迄时对西边啦吼，透起冷风，看起来迄边天气已经开始真无好了。阴暗天气又完像以前，迄寡船只已经拢看袂到。5月21号拜六。拜六搁较长一丝啦。早起好天，微风对东北风吹来，看见迄寡船只，又搁伫南远的所在，有一个希腊人名叫做但勒，但勒是音译啦吼。今仔日上午来到迄个碉堡下面被掠，甲伊带来遮。伊讲是自愿要来投靠吴方，要来维稳效劳吼。是以水手身份军岛国姓爷旁船来遮的，若无，伊是袂来台湾吼。国姓爷本人伫咧军营里，阮问伊一寡其他代志，伊拢无应，也无讲话。虽然严厉威胁伊游玩吼，拢点毋讲。因此，阮咧判断是被派来特务侦探吼。要加影做道兵来遮要侦查一切，并且含取地的希腊人伫咧翻译的时阵讲出伊所会当讲的话吼，尤其是因为对伊的清查甲伊的即个
大武功的状况看起来，阮感觉伊无像是一个水手，搁较像是一个士兵，因为伊的大武功完好无损无损害、无损伤、无破裂的分野。因此，阮咧深信讲，伊之所以来处地，就干那只是为着上述的理由，并无其他的理由。而且因为就是做失败啦而且因为伊无毋肯来回答任何的问题，所以阮认为用即个可行会当互伊小可担一个苦头无定会当逼伊交出一寡会当甲行啦行出一寡招出一些真情实话，这个招是台语是要安怎讲？口经啦会当经出一寡实话啦因此就甲伊甲伊安甲伊绑起来。迄时伊就讲，奉本藩的命令要来做单số什么意思？对，第二注卡单số讲是探子啦，探子，意思是 spy 间谍特务讲奉本藩的命令要来做特务啦这个字，这个单số这个字的意思，伊毋肯过色，但是甲伊留甲悬吊悬起来，伊就讲。顾姓爷派伊来处地进行一项特别的任务，但问伊讲是啥物任务时，伊又阁毋肯讲了。虽然甲伊吊咧用藤条甲伊拍过来，但是拢无出来拍，也甲伊的头毛剪掉，伊还是毋讲。不过用一个好盆伫咧伊的骹底，留甲烧一下伊就讲啦伫咧即个算用刑的。中间伊讲本藩想要伫即块地，其他毋知。后来就用两种的即个刑来轮流来甲拷打，就讲伊是要来侦查即个城堡，看讲因是毋是会当来攻城，然后要转去伊的盘遐重盘遐，因中间有人窃私语讲。因会先去攻打迄个碉堡，但是伊毋是安尼相信，因为因还阁要转去死哪。此外，又阁讲，即个城堡的附近，伫咧南投园骹伊个市镇拢驻扎有真侪士兵，阮必须对此地去摧毁因摧毁因啦伫咧南投园有一寡荷兰人，但是毋知影有偌济。如果甲伊放落来甲头绑起来甲头绑啦伊愿意讲出其他所有的代志，所以阮就甲伊放落来头绑。但是伊又阁完全毋肯讲话咯，因此甲伊放落来，一阵仔又甲伊吊起来。虽然如此，以后是啥物拢无爱讲，但是伊因为即个长时间的刑煞分去所以就甲伊放落来头绑，安尼甲伊刑拷问伊约3点钟了后，阮认为伊被派来一定有特别的目的，即个目的伊还未讲出来阮若会当知影即个目的，应该会有真大的好处甲利用因此呢，就甲伊关入去监牢，试咧要用搁较久长的、搁较深重的痛苦要逼伊讲出来。阮甲伊关入去以前，先甲讲，如果伊肯讲出真情实话。阮会甲伊的伤痛治疗好，并且放伊转去。对此，伊点无讲。我感觉即个是装傻就对了，派即个来装傻的，派来要做失败、做间谍、做特务，结果也袂堪要行就经出来好，伫咧即个城堡下面的公司的即个拍铁场以及含该断铁场连接的其他的砖仔起的徛架，早暗敌人还阁对即寡厝的后面即个城堡的步道点石头，并且射击。
结果呢，即寡徛家吼，即寡庄仔去个，今仔日上午全部拢拆除咯。有6个阮的骑兵拿大方的沙轮边啊，迄个敌人的炮台遐去。当因去到遐附近的时阵，有几啊新仔人因冲过来，因此因就发射马枪甲手枪，射倒一个人。阮对即个城堡真清楚会当看到迄个人被伊的同伴拖走。迄寡新仔人用小炮甲箭射击阮的迄寡骑兵，但是拢无射着因。吴方迄寡人看到无优势，就退转来即个城堡里来，中昼透一阵北风。顶面所讲迄个倒来被咱行的即个新仔人，今仔日下晡死去啊！吼，形死啊！这是一个吼。今仔日敌人伫咧纳豆园因所有的纳堡顶头插20支旗帜吼。伫咧北山堡的纳堡顶头插5支旗啊，由10到12只胖船来停伫咧迄个北平大石区的下面遐，显然是要来阻止阮的船出航去阮迄寡船遐吼。上水阮迄寡船只今仔日下晡小啊即边来挖来，因此阮就像昨安尼来释放信号，用大炮发炮一响，并且对即个城堡升降旗帜3遍。今仔日又搁去即个四角城堡的西南边来，也河沟真有进展，甚至也带一寡卡擦。要暗嘛，阮发射了几发啊，即个榴弹炮吼。收效良好，每一次拢拍着，看起来是上侪新仔人聚集的所在。但是有一粒榴弹落伫新仔人落果的徛家附近，对地上爆炸，互一道铁片快速跑来，跑过即个顶站城堡，保四角城堡，拍着一个被囚禁的新港原住民的头，互伊的头对中破开，遂死去吼。我这遮衰啊，遮远个呢，结果好夜间9点的时阵，好天，阮迄寡船只因为看见信号，就岸边挖来，所以阮迄只三板船就出航去港外。迄寡水手来实行的时阵，阮命令因，万一受到敌人攻击，万一若受到敌人攻击，吼，就必须要甲迄寡物件吼带入去海里。即寡物件已经用边边的即个盐绑做伙吼。10点的时阵，阮听见伫咧厝地头前巴黎先生甲 Sick Peter 先生的徛家附近吼，有真侪你弄的声吼。有时啊，咱有像讲有虾对厝顶落落来迄种声，因此阮就迄边发射2发炮弹，互迄寡骚乱的迄寡人吼，小较安静，小较恬静一chút啦吼。但是拢无法度互因完全停落来吼。5月22礼拜日。早起好天，微风对山风吹来，阮迄寡船只来挖近岸边，即个港道航来。迄时有15只到16只大个甲细只的胖船因航来。阮迄寡船只就小留啊退往海上，迄寡胖船就来阮迄寡船只东边射程以外的所在来回游航。阮迄寡船只之所以退往海上，可能是要引诱迄寡胖船去海上，以便来炮击因；也有可能是因为风力还无够强，烦恼讲袂当来入港。阮对即个城堡派出去一阵士兵当中，有一个 Peter Ramage 是 David Hartwell 阁下的妹婿。
等伊去到迄个病院附近的时阵，看见一个新仔人伫咧社顶内，当要伊射击的时阵，真危险。迄个新仔人比伊更加快速发射小炮，拍着伊的倒边的髌仔骨附近，迄个炮弹侵入去体内，至到必须要对背后来切开摕出来吼。现在阮看见，应该毋是炮啦，炮安尼来哇，应该是枪支啦吼。现在阮看见迄只三板船已经伫阮迄寡船只中间来回航行吼。下晡迄寡篷船拢去拿头外海滩附近的竹营后面遐。外海滩就是外海滩吼，滩里是我昨有查啦吼，滩就读做滩。根据阮对厝地会当看到吼，因对遐带搁较侪士兵入来咯。入夜咧以前，阮发射3-4发炮弹，弹过迄个公磅厝遐，要探看敌人伫迄边有啥物动静，但是拢无听见啥物。阮也用迄口射门的榴弹炮，发射了数发榴弹，对处敌人对迄个市镇用小炮持续反击。轻信因是要射击伫咧城堡的步道上迄寡好闲的观众，但是拢无造成损伤，只敢若拍牌一道茶帮。要入夜的时阵，阮看见伫咧即个社堡广场的边边啊遐，沿着阮即边上头前的迄寡街道、街仔路吼，有几支啊柴，即个柴箍啦吼，插伫咧土里，那亲像敌人要用来测量啥物哦，那亲像要测量啥物啦吼，是毋是安尼？真紧就会知影。今仔日安歇日。也2摆伫咧教堂进行敬虔来礼拜，暗时啊，就是顶半暝，海上的天空伫咧西南风布满乌云，也落一寡雨。迄以后，伫咧11点钟的时阵，对碉堡迄边传来警声，先是分达啦，吹笛子吼，达啦，随后就是真大诶。喧哗声，阮也听到伫咧迄个蒙阿堡附近有真粗重的声，就像用牛车吼，你持续伫咧顶下咧扭安尼吼，真有可能是要互阮以为讲是咧搬一寡重的物件要来甲阮吓惊。5月23拜一，哦，好。真长啦吼，这篇可能读袂了吼。好啦，这个后回再读啊，7分钟刚读会了。好，尽量读看卖啊。5月23拜一，早起良好又个舒适的热天的天气，微风对南方吹来。阮迄3只船又过来划过即个港道的头前游航，阮也看到敌人伫因的兵营头前的所有的篷船拢去龙眼门水倒落，也看到伫咧出入园 boards 的厝的迄条街路叫做 Bridge Street 的人行道上贴起真侪图。约了9点钟，对南方透起大风，因此阮迄寡船只又搁对岸边航往海上，渐渐驶出阮的视界。下晡风小可平息，吼，因又搁往即边航来，哦，即3只船是来去吼。伫咧即个当中，昨日吼，阮派去迄寡船只遐的迄只三板船，经由北港道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因经历非常危险的路程，如下面将会提起的吼，安尼遐尼危险吼。真幸运转来。因甲上述迄寡船只的主管所写的批载来，也载来一张商务员 Nicholas Renius 先生对家人写来的批。
咱来看哈，应该是就是今仔日要写，但是无讲哈。即只3班船伫昨昏黎明进前顺利去到迄寡船只遐，因完成任务了后，伫昨暗由迄只小便队船Imenhorn号护送到水深15船的所在，就收下船旁，用桨来过船吼，要转来遮。迄时因掠做讲已经转来即个港岛附近，但是发现讲因被海流杀到即个鹿耳门的头前，敌人迄边迄寡篷船中间吼，并且过入去迄个鹿耳门水道咯。就是因发现即寡人毋是家己人吼，就用真侪小船要因落来，因就真拼命咧过船，经由加亚水道来出海，到海上就挂起因的小篷往海上航去，一直到脱离险境，再来入港。即寡少年家甲阮讲以下一寡消息：前来的迄寡船只是快艇 Graveland 号以及小便队船 Vink 号甲 Imenhorn 号，是为着要来援助阮。伫个本个月毋知远东啊，就空白吼，本个月毋知对一工，同齐对归人出航前来处队。迄只备有20门大炮的快艇 Graveland 号，伫个离开处队航往归人以前，含迄只遭遇不幸的 Hector 号以及 Maria 号同齐对希腊人的篷船作战。伊的船尾被敌人射真侪箭，伊的船壳也被敌人用真侪细磅甲较细粒的炮弹射击，但是大部分的炮弹拢弹转去吼。有3-4只敌人上大的篷船前后连做伙交掉即只快艇的船尾，深信敌人是想要对迄个方向来攻入去船内，但是即只快艇对伊的炮手枪用线弹铁刷来猛烈射击因，地高看到因的肺对甲帮的即个涉水坑流出来，迄寡篷船因此来驶离开因。上述即只快艇为着要伫个拄着类似即种状况的时阵，会当有更较好的抵抗力。现在已经伫个伊的船尾展望台遐安置一门发射12磅炮弹的大炮。迄只小快艇 Maria 号，根据因所讲，当伫个本个月5号航往巴达维亚去咯，为着要互尊贵的公司健壮繁荣，并且要互阮大家得到好处利益吼，愿万能的上帝，互该船真紧而且顺利去到遐。迄只 Graveland 号对处队航往归人的途中，拄到一只北上的篷船，将该篷船同齐带转去归人。商务员 Nicholas Reinius 先生就是公司伫淡水甲归人的要塞街的首长吼。伫伊本个月14号所写来批呢，甲阮讲，迄只 Graveland 号去到遐。因对该船听到阮的状况的消息了后，就召开议会，参详要如何会当互尊贵的公司得到上大的利益，所以就决议要派上述迄3只船和其他的船只来处队，要命令因讲，若是无法度来到处队，就必须要转去因遐。转到遐了后 ，Graveland 号要载已经装伫船顶的迄800箱糖和一寡会当对 Harp 号来简单来接运的其他货物航往日本去。若是讲后一步要安怎呢？伫即种情况之下，伊嘛无法度提出任何建议吼，伊毋敢提出任何建议等等。迄寡停伫即个沿海停船处的船只主管写来批甲阮讲，迄只快艇 Graveland 号伫本个月10号去到归人，甲阮悲伤险恶的情景状况甲因讲。并且伫因到归人以前，夺出了一只对淡水要去台湾的篷船，船顶载11个人，载运下列的货物，就是160担打的鹿仔肉，就是鹿仔肉吼，
5打陆军甲3匹几年的麻布，即寡好物完全无倒课吼，完全无欠课吼，全数拢伫咧归人交互商务员。后来议会决议要甲迄寡新仔人对准顶带来上花来，甲所在好物按照下列的方式来分配。94担迄种鹿仔肉分配互归人，50担迄种鹿仔肉分配互迄只 Graveland 号，10担迄种鹿仔肉要分配互小快艇 Devink 号，6担迄种鹿仔肉要分配互 Imanhorn 号，合计是160担。有2匹几年的麻布要分配互 Graveland 号，半匹几年的麻布分配互 Devink 号。半匹几年的麻布分配互Imanhorn号，5打陆军分配互归人的办公室。也决议已经装伫迄只比对船 Devink 号顶头的9000个八军班格拉地区的锡，即寡锡呢装做87刀吼，班格拉是孟加拉啦吼，即寡锡装成孟加拉是孟加拉吼。即寡是装做87刀，以及2780斤水陆炮甲600斤山羊炮要交互已经装有搁较侪要载去日本的好物的 Graveland 号，运用迄只3班船对此地送去互因的书面命令，因将会看做是上适当的时机，尽可能来遵照命令行事等等。超过2分钟啊，读袂了，搁剩差不多一半，较少啦吼，剩只1/3啦吼。爱后礼拜再读啊呢，安尼让遮久吼。好啦，今仔日就是读到5个23，读到一半啦吼。后回再搁继续读了。有啥讲交流音歌，安尼咧操谈。袂啦，我一加班，今仔日有闲啊啦，所以继续读吼。讲是累啦，因为我本来要做伙，结果就无闲啊，甲师傅因咧讨论。对，我知你无闲。好，安尼袂要紧，咱后礼拜继续吼，一礼拜你再过来读，出时线吼，好，感谢。好，多谢大家。